后来咱就线来看这个检调扩大来侦办着分品的走私案。昨甲今仔日2天，是直接到国安局去问笔录，要来确认买分的人员的名单。其中20外个人拢是国安的敌勤，其中有一个资深的上司驾驶刘俊江，伊买900条的分，但是到底是帮食买，讲袂清楚。加上这个吴宗宪甲张兴嘉拢讲买分是丁负责，是听中官的任务派遣，所以这个案情真有可能会愈烧愈高涨。这位新宅永总是国安局资深的上司驾驶刘俊江，私分案得到98人当中，伊的保释金额上悬，爱50万，就是因为伊被查出开得要60万，买将近900条免税分，应该毋是第一次团购，对流程真少，所交代袂清，帮谁买。而且总统专机回台也阁亲自带队出5台车混入总统车队，确保团购免税分会当顺利透过礼遇通关入境。检调提醒在案国安局少校吴宗宪，疑似伫总统出访进前就甲发行的免税品的订购单分送予总统府受威胁的各个单位，而且还阁订购无上限，甚至直接伫敌勤的宿舍用便条纸做笔记，还阁敲电话予发行空品处小组长黄传晶，确认品项甲数量。另外，张兴嘉甲吴宗宪分别是总统今年度出访专案行政官，拢讲团购免税分行政规划是分站负责，安怎订购、落单运送，拢有甲长官报告，嘛听将任务派遣。虽然因是直属督导，是上校组长，但是更较高层涉案的可能嘛因此往上，才会连2天，把检拢直接上阳明山到国安局就审，就是要查明真相。